我们来看看美国新任国务卿卢比奥在台湾问题上的最新表态。据新华社北京1月24号的电，北京时间1月24号深夜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了电话。众所周知，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，也是中美关系的重中之重，更是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。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好了，中美关系呢就相对比较容易相处；相反，中美关系就会愈发紧张。对此，王毅在通话当中阐述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，要求美方务必慎重处理。王毅强调，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，我们绝不允许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。美国在中美3个联合公报中就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做了庄重承诺，不能背信弃义。而卢比奥的表示与过去他当议员的时候相比显然要谨慎得多了。他表示，美国和中国是2个伟大的国家，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，将决定世界的未来。美方愿同中方坦诚沟通，破除分歧，以成熟和谨慎的方式管理好双边关系，共同应对全球挑战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。卢比奥特别强调，美方不支持台湾独立，希望台湾问题以海峡两岸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和平解决。这是卢比奥担任国务卿之后第一次在台湾问题上的正式表态。咱们如果客观评价的话，这些话呢可以说是基本合格，因为这也是美国政府的一贯说辞。虽然在我们看来，美国应该明确表示反对台湾独立，支持中国和平统一，但卢比奥在表态当中没有加上反复声称的所谓坚持美国的一中政策，反对单方面以武力改变现状等等，也没有加上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私货，尚可以认为说得过去。卢比奥在当参议员的时候，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那是非常嚣张的。直到不久前的参议院审议他就任国务卿的听证会上，他还声称解放军可能在2030年就会采取行动，武力收复台湾，所以美国应该帮助台湾加强他的豪猪战略，说如果中国侵略台湾，将为此付出代价等等。而屁股一坐上国务卿的宝座，果然他的说法收敛了许多。当然了，我们说在外交场面上的话，并不代表他说的都是内心的真话，因为在正式外交场合怎么说，他在听老板特朗普的。可以猜测，他的这次对话内容是经过特朗普审批过的。首次在台湾问题上表态，装也得装得谨小慎微一点，免得老板不高兴。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卢比奥说的是违心的话。不过哪怕是装孙子，只要没有去触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，我们也可以接受他的表现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以后他怎么做。在台湾问题的处理上面，今后究竟是暴露本性呢，还是继续夹着尾巴？咱们中国政府一定会边听其言边观其行，会一直审视他的言行。好，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一平评论，下一期再见。